吸收。啱啱睇到呢條爽膚水廣告片花絮咧，預算慳咗 90%， 時間慳咗 80%， 全部係一個人做晒嘅。劇本、storyboard、角色設定、分鏡、廣東話配音，冇團隊、冇攝影師、冇配音員。等我 show 俾你睇點樣由零做到呢個 quality 啦。係啦，呢幾樣嘢咧，模特兒嘅9宮格啦 ，KV design 嘅排版、storyboard、Filmora editing 啦，全部都係我一個人咧喺屋企用幾個鐘搞掂。但係呢條片咧唔係教你 AI 出圖咁簡單啦。今日咧同你分享嘅係由劇情、分鏡、角色、配音4合1嘅一條商業廣告 pipeline， 係真係可以投放到廣告級嘅一啲短片嚟。但係開始之前，我必須 call 翻一件事先。你有冇睇過咧呢一類教學咧 AI 廣告咁樣啊？就係教你咧話用一句 prompt 一句說話生成一個廣告，3秒做到一個廣告。AI 咧可以完全取代到廣告公司，標題好誇張，但係你跟住做咧出嚟嘅嘢咧就真係爭啲。咁講個案例啦，美國男裝品牌 True Classic 好多人都唔知，其實佢哋都中招嘅喎。佢哋咧用 AI 自動生成廣告素材，結果 AI 識嘅咧只係統計平均值，出嚟嘅模特兒咧完全唔係 True Classic 原本嗰班年輕有型自信嘅一個品牌個性嘅特質。呢個係 AI 失敗嘅3大根源：冇故事、冇品牌個性、冇商業奏啦。呢3件事咧 AI 識唔到，係因為咧 AI 只係識統計一個平均值，識你品牌獨特嘅聲音，所以咧呢類 AI 廣告咧只可以用嚟分享俾朋友睇，唔可以咧做商業用，唔可以出嚟投放廣告嘅。點解呢？因為佢教你只係齋出圖，一張獨立嘅圖，一條獨立短片，冇故事，冇品牌個性，冇商業節奏。我自己咧頭嗰排都係咁啦，跑完一堆指令，每張都好靚，但係硬係咧爭同廣告爭少少。直到咧我開始拆解 SK2、雪肌精、Innisfree 呢啲商業廣告嘅結構啦，先發現一個實，就係原來唔係淨係我一個人嘅問題，某啲嘅全球頂級品牌咧都中招過。Coca-Cola 100個員工都要炒車 ，AI slop 係廣告界新詞。嗱，呢個現象咧就唔係我老作嘅，叫做 AI slop。AI slop 即係咩呢？低成本、低品質、重複泛濫嘅 AI 內容。Merriam-Webster 同埋美國嘅 Dialect Society 咧都選咗 AI slop 做2025年嘅詞語，大量但係低質量嘅 AI 內容。嗱，強如國際大企業 Coca-Cola 動員100位員工跑咗7萬個 AI clips， 整咗呢個2025年底發布嘅 Christmas ad 啦，即係有火車有動物海苔宣傳廣告片啊。每一個 shot 入邊咧，貨車輪胎嘅數量同 size 咧都係唔同嘅。Futurism、Newsweek、The Drum 呢啲全球媒體一齊批評呢條廣告咧係 AI slop 啊！呢一個先係最根本嘅原因。AI 唔會令廣告變得簡單，但係令錯誤變得更加快。你以為 AI 廣告 fail 係因為個 prompt 寫得唔夠好咩？錯，就連 Coca-Cola 咧用100位員工都搞唔掂。呢個問題其實唔係 prompt， 係冇完整嘅 pipeline。商業廣告其實都有一個系統啦，有劇情、有分鏡、有角色、有配音，呢個流程先係今日嘅重點嚟㗎。但係記住，大部分嘅 AI 廣告啦，失敗其實都係第一步嗰個設定有問題嘅啫，就係角色一致性。其實我以前6個月之前都困住喺呢個問題咧，好耐㗎啦，直至到我發現一個關鍵9宮格角色設定。等我即刻拆解咧呢4大環節俾你睇一睇，唔好忘記咧呢個關鍵啦。商業廣告流程4大環節：劇情、分鏡、角色、配音，點樣由預算港幣8萬蚊變到50蚊？嗱 ，Coca-Cola 咧100個員工都救唔到嘅，就係一個係乜嘢呢？就係一個完整嘅流程啦。商業廣告流程嘅4大環節咧，由頭到尾咧，究竟係啲咩呢？第一，劇情你有廣告講緊啲咩故事呢？情緒點樣走啦？第二，分鏡點樣用嘅呢？9個鏡頭講一個完整嘅故事。第三，角色個模特兒咧喺9個鏡頭入邊咧要100% 一致，可以咧一個 shot 一個樣嘅。第四，配音咧廣東話旁白、背景音樂呢啲咧都係由 Seedance 2.0咧喺內建直接申請嘅。當然你係可以直接自己配音或者揾其他外建嘅工具再去融入翻入去，不過我就覺得太麻煩，今次就試一次過搞掂。我嘅工具組合咧就好簡單嘅啫 ，ChatGPT Image 2.0咧我出咗個圖，整喐佢咧就靠 Seedance 2.0即夢嘅版本啦出片，加埋個配音，後期咧用 Filmora 做一個剪接嘅，就係呢3個工具嘅啫。嗱，工具咧就唔係同流程嘅順序
設計每一步嘅關鍵指令設計，防 AI 一啲咁嘅規則，呢啲先係你嘅廣告咧由 AI 示範片變做商業可以投放嘅基本原因。咁呢個流程咧幾多錢咧？俾個參考數字你啦。咁請廣告公司做一條30秒嘅商業片，平均都係8萬蚊港幣起跳嘅，4至6個禮拜交件左右啦，仲要可能個團隊有8至12人，有拍攝，有燈光，有後期製作等等啦。我嘅今日呢個流程其實港幣都唔係燒好多錢，可能幾十蚊至到幾百蚊。睇翻你嘅試錯成本，你嘅技術夠一條片生成到啦。咁我就用咗一個下晝搞掂，本就慳咗好多時間，慳咗好多。呢個唔係一個誇張嘅數字，係真實咧投資回報嘅數。嗱，適用 AI 嘅市場咧 ，marketer 咧其實係2026年一個新嘅產業定層。OK， 我哋由第一步開始啦。第一步咧角色一致性。第一步9宮格角色設定圖。點解 SK2 模特兒9個鏡頭都係同一個人呢？少少嘅噩夢啦。我跑過其實好多指令，每次出嚟咧，每個鏡頭每個女仔咧都係唔同樣、唔同身材、唔同氣質嘅，五官漂移啦、髮色漂移啦、表情漂移、身高都唔係好一樣嘅。我以為自己寫嘅指令唔夠詳細，咁又嘗試越寫越長，鎖定晒每一個細節，但係結果都係一樣。直到有一日，我就問自己一個問題：點解 SK2 嗰啲 model 10秒入面9個鏡頭都係同一個人咧？喺條廣告裏面，咁答案咧就係角色參考 character reference。咁9宮格角色設定圖就係呢個關鍵啦。呢張對比圖咧係好多人嘅噩夢啦。你用 ChatGPT 跑6次同一條指令，每張 gen 出嚟嘅 model 咧都係唔同嘅。呢個就係 AI 廣告致命缺陷之一，角色一致性差。點解？因為咧你每次指令都係獨立新圖，冇 AI 圖嘅參考，全靠加你嘅文字，即係由字去新 movie 呢個環節去諗嗰個 model 出嚟。所以每一次五官、髮色、表情、輪廓，每一次都漂移，每一次都唔同。每一次生成影片嘅時候，加翻個角色參考圖咧，就會爭好遠噶啦。咁我會擠9宮格設定圖啦。咁佢個排列係點咧？3行乘3列，3個 row 乘3個 column 啦。第一行咧個特寫正面3、7面純側面，第二行半身啦，正面、側面、背面啦，第三行係全身正面3、7面同埋背面嘅。每一個角度、每一個距離咧都俾 AI 做一個參考。咁之後你跑分鏡，去轉唔同角度跑廣告片，個模特兒咧就100% lock 死鎖死啦。點樣出角色設定圖咧？呢個指令係參考嘅啫，其實你可以根據翻你嘅需要去設定。9宮格角色參考模特兒描述，3行3列，面部一致，中性背景。關鍵係9宮格3行同埋一致啦。跑出嚟之後9宮格出咗啦，仲要一個更大嘅問題，點樣將個角色放喺專業嘅 commercial 嘅廣告入邊呢？2步拆解翻。第2步9宮格分鏡，由真實品牌廣告片反向拆解出故事弧線。分鏡圖咧就唔係話畫張圖咁簡單啦，係商業級嘅導演個視覺敘事文化嚟嘅。9個格咧，每個格都係一個鏡頭，9個鏡頭串連起嚟咧，廣告情感弧線啦。咁我嘅9宮格計法咧就係鏡頭1至3啦，建立咗個情景模特兒個痛點，模特兒望住個鏡頭，佢眼神有少少低落啦，指尖咧就摸一摸塊面，咁就感覺有啲差，有啲粗糙。4至6嘅鏡頭就解決嘅方案出現啦，佢就產品咧出現示範點樣用啦，跟住倒嗰個爽膚水落隻手嗰度啦，輕拍上個面頰，微笑變化。咁7至9嗰個鏡頭咧就品牌鎖定啦，lock 定翻你品牌嘅產品嘅主鏡，功效特寫啦，品牌標誌定格。呢個結構其實有啲護膚品品牌 SK2、Innisfree、雪肌精30秒或者10零秒商業廣告拆解出嚟嘅，我直接咧就反向拆解，即係由本身佢嘅 product 再推翻個指令出嚟。真實品牌咧先會寫呢個框架，你會發現咧 AI 跟到呢個敘事結構咧，你就一定要用呢個視覺指令去教佢嘅。咁你呢個分鏡指令咧，其實就可以咁樣講：9格商業廣告分鏡啦，即係個格式係16:9啦，闊銀幕3行，故事弧線咧係建立到解決品牌嘅鎖定，9個鏡頭咧嘅描述，直接出9宮格視覺參考圖做下一步輸出嘅素材。咁分鏡圖出咗啦，我就簡化咗個指令嘅，但係詳情咧你可以睇翻之後嘅文件啦。但係呢個格咧仲係一個視覺參考嚟嘅啫。咁你點樣整喐佢先係真正嘅關鍵啊？咁就變成可以整得喐嘅排版。咁第3步咧係點樣咧？第3步 Facebook 護膚品廣告圖製作。
咁有個社交媒體圖係16:9嘅商業排版嚟嘅，咁我用一個參考嘅虛構嘅品牌叫做 Happy 爽膚水，係我自己諗出嚟，就純粹係做呢個示範嘅啫。一張 Happy 爽膚水嘅成品，一張可以直接放喺 Facebook 度6:9嘅排版圖啦。點樣做？我用 ChatGPT Image 2.0嘅多張參考圖嘅功能啦。咁我俾2張參考圖佢，第一張咧就係 Happy 爽膚水嘅產品圖，透明樽、薄荷葉銀色樽蓋。第二張咧就係頭先整咗嘅9宮格角色設定圖。咁我 load 死一個風格描述啦，就係韓系 K-Beauty 雜誌編輯風參考 Vogue Korea、Marie Korea 呢啲美學啦，一個風格鎖死，好過你話亂咁講溝唔同品牌嘅味道落去啦。畫面咧分為3欄，左邊30%咧35%咧就放模特，中間30%咧就放產品，右邊35%就放文案。咁呢個比例啦，左邊可一欄模特兒半身45度側身，右手胸前攞住個樽，背景咧就米白色嘅，光線由左上方柔和窗光打過嚟，中間可一欄就產品擺喺正中啦，周圍5至7片嘅薄荷葉浮起，樽身高度咧佔成圖嘅75%，底部有水花定格嘅效果。右邊可一欄就擠大標題，寫住去黑頭復乾澤，副標題咧清爽淨膚，真正看得見嘅細緻透亮，再列3個重點，圓形徽章嗰度咧寫專利薄荷淨膚精水啦，99天然成分，底部咧就寫住4個0%嘅零酒精、零色素、零礦物油同埋0%刺激性防腐劑嘅。咁色卡嗰度咧就直接 copy 4個 head 色啦，背景米白，副標題嘅薄荷綠強調色同埋徽章淺綠，全部色號咧都喺個完整指令入邊嘅。燈光柔和燈光窗光咧由左上方入射5500K 自然色溫，輕微逆光感令到薄荷葉咧透光，有少少紙張紋理嘅感覺。相機規格我都俾埋佢 H6D 100C 等效，80mm 鏡 F4.0 光圈啦 ，ISO 200啦，寫實雜誌編輯級攝影嘅。精髓嗰句咧就係風格、色卡、燈光、方向全部要喺指令入邊咧寫得清清楚楚。ChatGPT 咧先會明白你想要啲咩質感，如果唔係佢就佢安排俾你㗎啦。咁變咗咧你要可控性高嘅話，就要喺個指令度講清楚。好啦，呢條指令咧1820，咁係每一次都要 verify， 因為織夢嗰個規則咧就每條 prompt 只可以1000字以內，2000個 character 以內。重點咧你要用多張圖參考圖啦，咁我呢度用咗2張，一張角色相，一張係產品相，同時咧餵俾 ChatGPT。有另外一個選擇就係用 Nano Banana 2，咁我之前試過攞另外一個女仔嘅相去跑一啲護膚品廣告，咁當時出嚟嘅效果呢，個女仔就唔一樣嘅，五官就好似得30%，咁反而最新出呢個 ChatGPT Image 2.0五官辨識能力咧好強，當原本嘅相唔係咁清晰嘅時候，同樣一張參考相跑5次呢，嗰個評分都係100% 準確嘅，個樣都 lock 死嘅，所以面部要嚴格還原商業廣告呢，你做啲化妝品啦、護膚、時裝代言呢，我覺得你用 ChatGPT Image 2.0係一個唔錯嘅選擇。Nano Banana 2呢就放喺 4K 大圖啦，一啲劇式場景，呢啲場景對於一啲五官即係還原冇乜特別嚴格嘅要求呢，你可以用嘅。咁排版出咗啦，但係呢張仲係靜態圖，一步呢就係點樣將呢張靜態圖、靜態廣告啊變咗做30秒嘅動態廣告關鍵時刻啦。嗱，第4步係咩呢？ Sit-Dan 2.0。第4步 Sit-Dan 2.0圖新影片，3條10秒指令播出30秒商業片。Sit-Dan 2.0咧係字節跳動嘅影片生成模型啦，佢直接最原廠嘅咧就係織夢 AI， 織夢係佢自家嘅台啊嘛，直接貼俾月費，其實係買緊佢嘅引擎，冇中間嘅廠商咧賺差價嘅。有啲朋友佢就用 Fitzview 呢個第三方整合商啦，咁當然佢係用 API 接入再賣翻出去，咁其實個差價會爭好遠，咁我自己覺得睇翻接近13倍，係啦，咁所以我就用織夢比較多。Fitzview 咧個好處就係有好多唔同嘅影片生成模型可以俾你用，譬如Kling 啊嗰啲啦。好啦，咁呢個咧令你將排版圖變喐佢啦，整成一個可以動態廣告嘅最後一個板塊啦。就用揀圖新影片呢個模式，上載我剛才生成嘅16:9排版圖作為參考啦。咁 copy and paste 個指令上去，咁我揀翻一個時長，咁呢度揀5秒。
關鍵限制咧，每條指令咧最多生成2000嘅 character， 呢個係硬性規定嘅。你多一個字咧，佢都唔俾你撳掣嘅。所以我每次咧都係喺後台用語言模型去同我 check 過，唔會超出呢個 limit。我嘅 Happy 爽膚水廣告動態廣告咧，其實係即係成條廣告咧，其實係3條10秒嘅指令播出嚟，咁中間加啲剪接啦，加埋就30秒，跟住就9宮格分鏡嘅一個3嘅沙漠故事嘅弧線啦。第一段就係0至10秒，第一幕就係痛點嘅建立，第二段咧10至20秒咧就係產品嘅使用，第三段20至30秒咧就 show 翻個女主角出嚟，加翻一啲 brand 嘅 information。3條指令咧1700字、1620字同埋1884字，全部都係喺 within 2000個字範圍以內嘅。咁呢3個故事嘅結構就唔係我作出嚟，其實都係參考一啲大 brand 嘅廣告 ，SK2 雪肌精英 3 30秒一啲商業廣告，咁我反向拆解出嚟，再放翻喺我廣告裏面。但係因為時間關係咧，我今日只係示範咧第一條頭5秒嘅影片，等你睇清楚咧分隔指令嘅結構。第一段就係痛點嘅建立啦，9格，每格就1.0至到2秒，擔一擔接駁嘅啫，做到一鏡到底嘅錯覺。0至1.5秒第一格開場中景，主角喺 office 裏面咧靠近窗邊，自然日光，咁好苦惱嘅，佢就托住個下巴，有少少唔係好開心咁樣，咁建立到個痛點啦。咁佢1.5至3秒咧就內心嘅讀法。最近佢講咗句廣東話對話，最近肌膚真係好乾。3至3.5秒第一格咧過渡去第二格，淡入淡出過渡去佢嘅側面微距，就睇佢個皮膚近鏡塊面咧有啲黑頭同埋有啲乾燥紋理。5至10秒咧就係加咗個東話對白啦，之後咧就有個朋友有個同事走入個畫面嗰度試下呢個啦，咁就完成第一幕10秒鐘嘅痛點建立啦。第二段、第三段結構都一樣，每9格每隔1.5至到2秒，咁寫清楚裡面發生緊啲咩事，係啦，咁就等於咧分析咗變咗一鏡到底嘅效果啦。咁咧呢度就有個 rules 咧係防 AI 感強嘅一個規則加翻落去。咁我寫咗啲咩咧？第一，模特兒咧唔可以過度移動，即係佢要眨眼就要自然0.3秒眨下。第二，文字唔可以亂咁飄變形啦。第三，產品屏咧佢有時唔可以旋轉或者移位，佢有陣時 AI 會自動將你啲產品喐嚟喐去。第四，鏡頭推進唔可以超過6%，費事即係呢個畫面暈陀陀咁樣。第五，嚴禁呢個 sharp cut 快剪同埋漸變過度嘅。第六，禁止過度飽和嘅顏色變化啦。呢6條係將你嘅示範片咧變成商業片，將個 AI 味減低啊。雖然都會有嘅，但係希望佢盡量減低啦。考完之後咧 Seedance 出咗聲音咧，連廣東話對白咧都搞掂㗎啦。下一步咧就係將呢3段咧拼埋喺一齊嘅。第5步 Filmora 後期製作 Filmora 做少少後期製作嘅剪接嘅啫，咁或者有尖白位你覺得冇咁靚都可以剪接嘅。時間軸結構3段嘅 Seedance 影片咧順序排好㗎啦，咁有晒旁白同背景音樂佢本身有㗎啦。咁你見到第一條軌其實係影片加聲音，第二佢係一啲聲效都會喺度嘅，譬如佢去到最尾嗰度咧會有叮一聲啊，有啲玻璃啊、水珠滴落啊，咁呢啲都有嘅。字幕嗰度要後期加上去啦，咁呢個咧就另外自己再加啦。咁輸出嗰度咧就1900乘1080，咁我呢度就會揀埋4K 嘅30格 FPS 啦 ，MP4 24格 FPS 啊，或者咁你揀翻 MP4 輸出呢度就揀 H.264 8Mbps 規格都係出片基本嘅規格啦。中小企品牌啦，初創自由創作者，你今日咧其實行一個廣告咯，你嘅時間係用幾個鐘、幾十蚊至到幾百蚊成本，咁你開頭整可能個預算要高啲啦，因為要試錯啊嘛。30秒嘅商業廣告就整咗出嚟啊！廣告產業我哋唔係話一個好專業嘅廣告公司啦，但係可能呢個產業咧2026會係一個大洗牌，因為 AI 可能逐漸都會取代廣告人，識用 AI 嘅 marketer 廣告人咧係會取代唔識嗰啲嘅。你聽完呢個片之後咧，淨係要記住一樣嘢嘅啫。9宮格角色設定圖係 AI 廣告嘅關鍵啦。冇9宮格，你拍設指令咧，其實佢轉一啲場景轉換嘅時候咧，你個角色就會甩㗎啦，就會變咗第二個人。有9宮格，你嘅模特兒咧就係9個鏡頭3個片段咧，就好似頭先咁，都係同一個人㗎啦。呢個就 SK2 級廣告同埋 AI Slope 嘅基本分別。
以上嘅廣告片用咗好多時間、好多心機去做呢個教材。咁大家中意呢條片就 subscribe share 呢個頻道啦，讚好呢條影片啦。最近肌膚真係好乾，冇晒光澤。試下呢個啦，秒速吸收，恢復光澤。收毛孔，肌膚翻晒嚟 ，Happy 爽膚水。